幾乎所有成年人都會隨住年齡嘅增長而患上白內障。視力模糊同埋色彩暗淡係最常見嘅症狀。白內障嘅治療方法係透過手術，用透明嘅人工晶狀體去代替原本天然嘅晶狀體。喺選擇人工晶狀體之前，你應該要了解晶狀體主要分為兩大類：固定或者可調節。就好似眼鏡一樣，所有晶狀體都有佢嘅處方。對於固定晶狀體，處方係喺手術前，即係你仲有白內障嘅情況之下去確定嘅。植入咗固定晶狀體之後，即使你嘅視力唔夠理想，都唔可以喺冇做其他手術嘅情況之下去改變處方。同固定晶狀體唔同，可調節晶體可以喺手術之後更換。喺你做完白內障手術，而且隻眼好返之後，你可以測試你嘅視力，最多可以調節3次，直到個最終處方最啱你為止。Light Adjustable Lens 係唯一一種你可以喺手術之後測試視力並且度身定製嘅晶狀體。請向你嘅醫生查詢 Light Adjustable Lens 係咪適合你。